來講，全台灣3關慢性病的患者是有到850萬人，也為着要加強慢性病的分級分流管理，衛福部是利用 AI 讓民眾來監測健康，也說落來會推動健康碼，就是講注意放射啦、規律運動啦、做健康的行為，就會當摕分數來換商品。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。平均壽命大約80歲，壽命雖然延長，但過山伴隨大約8年的無健康餘命，像尻川也是照護狀態。根據衛福部健保署統計，全台3高慢性病患達到850萬人，佔2024年健保支出的4成。為了強化慢性病分級分流管理，健保署建立大數據風險預測模型，在健保快藥通 App 的健康假金鋪推出個人化 AI 衛教助理，協助3高患者改變生活形態，避免病情惡化。第一是你可以看的你的健康數據，那你的健康可以自己掌握。除了導入 AI 監測民眾健康，說落來也要推動健康碼，鼓勵民眾進行注疫苗、感情體檢、加規律運動等健康行為。未來只要累積健康積分，就會當用於兌換健康相關商品、運動場館費用等。調向健康碼、運動碼等都被合約方向建議。我們未來要推出健康幣的健康行為去做健康積分的計算。那麼未來這一些呢，都會呈現在已經設計的差不多好了，哈，在健康存摺上就會出現。都會知道自己的柔軟度嘛，等等的。將來接受了這個運動部提供的這個體適能服務之後，這些資料就是有機會跟我們自己健康存摺裡面資料合起來。衛福部強調，健保開辦31年來，健保快易通、健保假金鋪下載使用人數已經超過1248萬人，查詢更加突破6億次。健保將第2條時代為疾病治療延伸到精準預防，透過數位工具運用，提升自我健康管理，讓民眾活得長壽也活得健康。記者綜合報道。